别生气。你还解释什么呀？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儿，还假惺惺请我吃饭，我当你对我多好呢？虚情假意，呸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老婆，我请你吃饭这事儿绝对是真心实意的。你就冲点那桌子菜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哪有一个是我能吃？说别的，就这么大点地儿啊，咱们家你要怎么住？我都替你想好了，方方面面我都替你考虑到了。咱俩呀，还住咱俩那屋，我爸呢还住我爸那屋，让我姐睡客厅，屏风都买好了，挺高的，挺大的。屏风都买好了，挺漂亮的，还什么都安排好了，全到位。合着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啊！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不是外人。上次是赵叔，行，赵叔生病了也不说什么，这回又是你姐，怎么着？咱们家是旅馆是吗？我姐她也不是外人，是不是？也姓金，是我们老金家人，那是我亲姐呀，那还能给她撵出去？是不是？这也属于她的家呀。行，你姐不是外人，我是外人，行吗？哎，别！求你了，你别生气。你这大热天的，刚吃完火锅，你这一上火，脸上再起个痘，应该不漂亮了。你就替我姐想一想啊！你说我姐小时候还救我一命呢，那大冬天跳冰窟窿里，谁受得了？到现在我姐身上还落毛病呢，就她那脑子都受影响。我不是不让你姐住家里边，我最起码你跟我商量商量吧，你尊重一下我的意见不行吗？我这不是跟你正商量呢吗？商量你个头啊！你姐都搬进来了，我还能把她撵出去啊？老婆，你就成全我这回行不行？你就算帮帮我。再说我姐又不是在这住一辈子了，就住这一阵儿，过去就走了。算我求你了，我谢谢你，我感谢你的大恩大德，我谢谢你八辈祖了，行不行？你干嘛去啊？车停哪儿了？咱干嘛呀？回家呀。车在那边。讨厌。太谢谢你。爸，爸，哟，大姐你回来了。姐。呀，这是屏风。我知道是屏风，我是说这是。啊，小米啊，你看，爸跟你说啊，你姐从今以后就住在这儿了。给你添麻烦哈，小米。哎，都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姐睡外边不合适。要不这么着吧，爸，让大姐跟我睡一屋，尽量睡外边。不，这不合适，哪能我来了把你们小两口给拆散了呀？再说我住这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哈。我知道。什么意思你？没什么意思呀。这干嘛呀？这是。嘿，大姐对你这么好，从小又救过你的命，你应该知恩图报啊。再说了，金亮又年轻，体力又壮，就应该睡外边。你就别姐，她想跟你客气，你别跟姐客气，都是自个儿家人，是不是？对，这爸都安排好了，咱就听爸的，好不好啊？对，听爸的，听爸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对，就这么定了。是，别跟姐客气，我俩先休息去。没事，大姐了啊。哎，没有，别这么客气，添麻烦了啊，小米。真懂事儿。你看，小米多懂事啊。那就是我可以住这儿了，没有期限的，是呗？你要真想跟我姐睡，我现在就把我姐给叫过来。你去啊！行了吧你，别跟我装了。你这点小心眼我还看不出来吗？你不是说过吗？除了我跟你妈，你没跟别人睡过。你说你不愿意跟生人睡一张床，是不是你说的？今儿怎么了？这是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趣儿啊！我烦你，我不想跟你睡一张床。你烦我，你也得跟我睡一张床呀。咱俩什么关系？咱俩是合法夫妻，对不对？你不跟我睡，你跟谁睡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有这个义务呀！你什么意思？给我说清楚！你给我说清楚了！哎，好，你说。行，不是你下手也太狠了，老婆，你真掐呀？都紫了，紫了都是青的。就算你不跟我睡，你也不能谋杀我呀！嘿，你还来劲了！好，我错了，我不敢。我知道你是知书达理的好青年啊，今天老公说的这些话你也都听进去了。以后咱们这一家呢，小4口，我爸、我姐、我和你，咱们要和平共处，好不好？
人都搬进来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真好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要是背着我干什么乌七八糟的事，你死定了你！我哪敢呢？嘿，嘿，哎呀，你先洗，洗完了我再帮你看。不是，你怎么那么笨？木爸，您怎么坐这儿来了？我让你给琪琪做的专访怎么样了呀？哎呦，琪琪忙啊，我约了好几次，都说没档期。他说过一段时间再约。你又跟我耍花枪，让你做个专访怎么这么难呢？我没跟您耍花枪啊，我也不会耍花枪。行了，算了算了，琪琪的专访不用你做。真的？我是在鞭策你呢，必须你做，必须，you ask to， 非逼着我说英文。我再警告你一次，米小米，干一行爱一行，不干，走人。都听着啊！不光说他呢，也包括我。干嘛？我要工作 ，OK？ Thank you。逼着我说英文。非逼着我说英文。哎呦呦 ，What's up？ 我的名字叫小白，我偏逼着我说英文。我的座右铭是 Get rich or die trying，gotta show me some respect，yeah。你这段说的不错，可现在你的时间是工作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就不是被木板骂死，你就得饿死，知道吗？咱们干什么的呀？靠稿费吃饭的。您倒好，这1个月您一篇稿子都没交，你想怎么着啊？这点死工资够干嘛的呀？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啃老啊？谁说我要啃老了？我宁可少挣一点，我紧着点花，也不愿意写那些什么昧着良心的八卦花边新闻。行，你清高，那你别干这个了。我早就不想干。你要说什么？说。我要跳槽啊！往哪儿跳？小点儿。行啊，米小米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跳槽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你别给我说出去啊！哎，不说，你说说，你看中哪家了？那定下来再告诉你。是不是朋友啊？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的呀？哎呦，行了，你就别啰嗦了，我肯定告诉你也不成了。我赶紧得给琪琪打个电话，省得到时候木板把我骂死。这个病人挺特殊的，所以一定要24小时随时监测一级护理。我也装不出来刘主任那个范儿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。赶紧忙，赶紧忙去。我打个电话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你能不能消失一会儿？看不见了吧？哎，爸，
哎，那个晚上我就不回家吃饭了，我这边有个手术，好吧？啊，等挺晚才回去，你先吃吧。啊，好嘞，我早点回去啊。嗯。你晚上没有手术了，怎么能骗爸爸呢？这叫善意的谎言，明白吗？啊！哎，你必须跟那婚庆公司说啊，要有特点啊，对，要有特点，什么都给我上，对，鲜花、音乐全给我往上整，对，哦对，还有那饭不一定是大鱼大肉啊，必须要有创意，对，要有品味，要雅致，明白吗？行嘞，行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这又请哪个大导演吃饭呢？你说你演个戏费这劲呢？瞧你这没良心劲儿，这不给你忙活呢吗？告诉你好消息啊，你那婚礼一切准备就绪。真的呀？啊，可不是真的。我跟你说，花花，这可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儿了，你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，必须得靠谱啊！哎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啊，就是这件事儿要想成功，光咱俩努力不行。你必须得回去跟你们家小米说，让他配合咱俩。你可拉倒吧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能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，他这个即兴反应能力不行了，什么都不用他干，他就配合，你就让他听我的就行了。我告诉他，不是他怎么配合，你得告诉我，你得先让我知道了，要我真心里没底啊！你听着啊。你们俩真沉得住气啊，弄得跟我结婚似的啊！我这不是给你在这提供碰上艳遇的机会吗？哪儿找这么好的兄弟？你少废话，我看上你们家小米了，你给我吗？别臭美了你啊！嘿，你当着一未婚女性说这种话，对人打击多大呀？他这嘴就没把门了，一天到晚。说正经事儿啊！对，赶紧说。明天咱们就是正式的开锣唱戏了。我计划啊，今天晚上你们俩就搬过去。我俩住哪儿去啊？现场啊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那儿离得太远，你们俩明天呢还得化妆。不，你等会儿，我爸还在家呢，那我回家，那我不回去，我爸找我去了该。知道你得这么想，是早给你安排好了。你呢，今儿不是周末吗？啊，这样，你呢就跟你爸说。都周末了。嗨，是啊。对。真有意思。今儿不是周末吗？你就跟你爸说，你说呀，今天晚上你带着他去郊游去，然后明天呢，我就按照这条路编下去。OK。不是，那我那些名单什么的，对，人呢，我已经按照你给我单，我这边已经齐了啊。你那边呢？早准备好了。看，有文化人办事就是麻利。这样啊。那就齐了呀！齐什么齐呀？那万一我妈不去，他爸也不去呢？放心吧，你妈、你爸这两个大难题，我是作为这次计划重中之重首先考虑的问题。该怎么说我都编好了，必须到。哦，你在这儿别着急，我再捋一捋，看还有什么事儿。这好家伙，这是大事，我想想啊。哎。万一我爸跟他妈不去呢？我的天哪，没有万一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他们要是不去，我负责嫁你爸，他负责嫁你妈，我们俩嫁也给他们嫁过去，放心了吗？行了，朋友，那是。这10月一大早的起来。觉也睡不太深，叔叔您好，你有点面熟，我是小米和金亮的朋友发猫。哦，我们见过，对，咱见过啊。对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叔叔，这么大清早的打扰您。没事，你有什么事坐着说。我就不坐了，叔叔您也别坐了。叔叔，出大事儿了。出什么大事了？小米和金亮去郊区旅游，然后食物中毒了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。您赶紧跟我走。啊，食物中毒了哈。啊，在哪家医院？啊？
在怀柔那边有一医院，在哪饭馆吃的呀？就是农家乐吧？怀柔我很熟的。哎，别，你在撒谎，不要撒谎了，快实话实说。还是叔叔聪明。是，那个什么，那我跟您说实话，您可别告诉小敏他妈啊。放心，说吧。是这样，我呀给小敏和金亮筹划了一场特别隆重的婚礼。小敏呢说想请您出席。这不是小敏他妈和金亮他爸一直对婚礼这件事儿老矫情嘛，所以我怕他们不出席，我这不才编了一谎话，想把你们都骗过去。我太能理解了啊！我和他们呢，他不是一种人啊！我非常开明的，而且你放心吧，我闺女在哪儿结婚我都参加，明白吗？哎呦，早知道叔叔这么开明，我就不费这么大劲了。放心，那地址我到时候给您发手机上。好，可以，好吧，好。我时间不早了，我还得去骗他们俩去呢。哎，你去骗那敏儿的妈的时候，再自然一点，别太夸张，再自然一点。哎，对，好，谢谢叔，好，好嘞。不过他也看不出来，哎，叔叔，盛装出席，好，一定盛，必须盛装，放心。OK，再见啊，叔叔。好。哎呀，好事。这孩子长得像猫吗？那叫花猫的名字。琳琳。来，叔叔，快点，抓紧时间。快点，怎么样？不是你这身衣服太穿得太暗淡了，太居家了，看着。怎么暗了？这是大牌子。那大牌有什么用啊？他这一身动物，我就没看出这个大牌哪点好。你穿它也不好看呀，又是狗熊，又是什么鸟的，什么大牌啊？你懂不懂啊？不适合，该换一个。还齁老贵。谁呀？谁呀？阿姨，我。哟，花猫啊！阿姨，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点事儿。啊，来，进来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是这样啊，那个金亮和小米儿不是出去玩去了吗？然后呢，这我知道。您别太着急啊。啊，不是怎么了？别，没事。那个他们呀，吃的有点不太合适，食物中毒了。啊？您别在哪儿呢？现在在医院呢。控制住了，在医院。赶紧带我去。哎呀，干嘛？那什么，您不换件衣服？没人看我，一老太太，快！不，哎呀，啊！您还是换件衣服吧，您省得后悔。哎呦，我后什么悔呀？我赶紧去吧，换衣服我才后悔呢。您听我说，一会儿孩子出事了，您还是换。你车就停楼底下了。我是停楼。赶紧。阿姨不用跑那么快。停哪门了？这门。哎呀，停西门干嘛？那离得远。急急忙忙做什么去？哎呀，小米生病了，在医院呢。小米生病了，哎，你需要一个男人，对不对？您行了。这个时候身边需要有男人的。这怎么样啊？这个行了吧？往哪儿看呢？啊，不是，这事确实非常成功，真的非常好。但是呢，不适合那个场合，适合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穿，你明白吗？你想什么呢？我不开玩笑，真的那个场合不适合，真的有点太那个了。这个你不能是包的有点大了，跟老公单独在一起，我喜欢的时候赢了那么美丽时代，我不想叫别人分享。行了，这样你这换个这个，就你色彩再艳丽点的，大红大绿。谁结婚呢？喜事，来，色彩艳丽点啊。好，最后一次，还行，看着还有点味道，
师傅，一定要跟上前面辆车子啊，不要让他把咱们落掉的。好，你看这车子号码要记住啊。我们敏儿打小就不愿意到这种地方来。上小学时候我就老问他，我说妈带你到山里玩玩去，我不去，我不爱去那种地儿。肯定是小亮非拉着他来的，吃什么农家饭呢？神经病啊！那东西能洗干净吗？能不吃坏了吗？阿姨，您也别太着急啊，现在病情都控制住了。这是控制住了，这要控制不住呢？这哪有医院呀？山里头，又拉又吐，再发着高烧，怎么弄啊？多危险呢！小子从小就喜欢安静，跑这么老远吃饭来，这肯定是你家小米的主意。行，我们家小米主意，行了吧？跟小亮没关系，小亮是被他生拉过来的，好不好？跑这么老远吃什么饭了？你说这两个人？哎，叔叔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就是买这车买的，我跟你说，没这个车就跑不了这么远。一定要跟上前面那车子啊，不要让他给咱们落下。你要丢掉他的，我找你啊！哎呀，这个说话也真是的，出了这么大事情，总得有个男人跟着才行的。这么多人呢，这是个什么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，啊？这是医院吗？啊，是，都在上面，都在上面呢。叔叔阿姨，您先稍等一下，我上去联系一下。阿姨还联系什么呀？在哪儿呢？他们？哎，您快问，就在这儿，是这医院吧？对。您听听，美吧？那个叔叔阿姨，到这时候我也不能瞒二位了啊。今儿是金亮和小米的结婚典礼。哎呀，快着吧！啊，阿姨，咱也走吧。小米有着急了，怎么个情况？就在那上这是啊。慢点，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，你也慢点说。
在进行婚礼的第一项，请新郎新娘的父母上台致辞。首先呢，有请新郎的父亲上台致辞，掌声。成功，太成功了！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比较高兴啊！我跟大伙说，今天我高兴，我这还晕着呢，你知道吗？这婚礼来的太突然了，你知道，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我跟大伙说啊，本来这个婚礼啊，我是准备到这个东北的矿上去办的，由于中间出了点意外，我想这婚礼就办不成了呗。你没想到今天睁开眼睛，你跑我拉这儿来了，你原来是我儿子婚礼。这就是阳光明媚，矿上开会，原来是我儿子娶媳妇儿。来，大家祝福祝福。我跟大伙说呀，我们老金家本来就是这个北京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祖上就是北京的。我们小子争气，这些在北京读的书，又在北京工作的，又娶了个北京媳妇儿，好啊，五喜临门呐！啊，大家再来，再呱唧呱唧。感谢新郎父亲热情洋溢的演讲啊！可以了。下面有请新娘的父母上台致辞，大家掌声欢迎。你干嘛去？一会儿吃饭出来说行了，你别下去。哎呀，你下去，一会儿，我先。不，我先，你下，叔，我先。你对，好，掌声。哎呀，各位亲朋好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ladies and gentlemen，大家好！今天这个婚礼啊，实在是太刺激了，我很兴奋。首先要感谢大家配合小米、小亮演了这么一出戏，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连我差点骗了啊！幸亏我聪明、智商高嘛，我一眼识破了，不像个别人傻子似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同志们呀，此时此刻，我站在这里，有很多感慨。日光如梭，时光荏苒啊！一眨眼，我闺女长大了，嫁人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没事。哎，稍点吃饭。掌声，好。没事，还没流眼泪，只有点泪光，没关系。是这样的，同志们，常言说，闺女是爸爸的小棉袄，我这个闺女呢，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着长大的。嗨，你什么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了你？你能实事求是一点吗？好的，对不起，我稍微有点口误。拉着具体是她妈妈，我给她精神层面的指导她人生的比较多。还有我这闺女长得呀，特别随我，而且不光长得随我，她这个脑袋瓜子也随我，聪明伶俐。这么有创意的婚礼，只有我闺女能想到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哎，他们呀，真是到了好时候了。想当年我们那代结婚的时候，亲家公你是知道的哈，咱们也就是把这个亲朋好友弄那么2桌，是吧？大家吃，这个什么菜就是什么呢？猪头肉、猪耳朵、猪舌头。猪大肠、猪肺、猪肚、猪心，谁跟你吃猪耳朵、猪下水？你实事求是一点好吗？那个我们俩像傻子似的，我还好点，气质在这，就那样。那他妈妈就整个比现在还难看，就这样。他就那个时候真不行，他就那个年代，是吧？所以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，马上就完了，孩子。我真诚的祝福2位百年和好，早给我生一个外孙或者外孙女，好不好？说完了吗？哎，等，还有最后一个程序。祝福你啊，你发型真帅，女儿。
我也说几句哈。我们家老范刚才说的一句话，我心里不高兴了。虽然在我女儿大喜的日子里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孩子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，这非常不实事求是。一下啊，以后参加婚礼啊，还最好不要穿睡衣啊，庄重点好。你管着吗你？你说谁呢？非得像个别人似的穿长单来？要庄重。到餐厅用餐，到餐厅用餐。走，喝喜酒了。等一等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讲2句啊。哎呦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真行，走，吃饭去。拜拜。我是吴伯伯。哎呀，小米啊，是我看着长大的呀。她刚搬来的时候啊，我就看着相当的漂亮啊。她打小就到我那里住了，长这么真是刚毅，现在长得多漂亮啊！但是她没有她妈妈漂亮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什么？都走了？哎。真的是太这个了，长得不看我。这身衣服特好，这设计好了。对，而且在台上讲话讲的也好，就跟提前准备好了似的。我妈那口才真的把他们都给震了。我当时都挺感动的，真的。你看爸这脚这个这事儿，跟这衣服搭配的多漂亮！哎，整个现场最漂亮的。不聊了，啊！哎，明儿你就告诉我，自打你拉着小亮进了咱家门，有一件事让我觉得顺溜了吗？有一件事让我觉得高兴了吗？有一件事是让你妈心里头乐不得的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我怎么着啊？我能怎么着啊？啊？我能打你吗？我舍不得。我能跟你脱离关系吗？不可能。那怎么办呢？忍呗。忍字心上一把刀，我忍着。您别。不是我问你们，哎。王琳琳和你爸是谁通知的？是你吧？哎不，绝对不是我。是你？不是我。那是谁呀？总得有人告他们呀。不告他们，王琳琳能穿成那样吗？啊？哎呦喂，我太受不了了！哎，
我闺女结婚，你瞧你把你打扮的，和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穿一黄袍，呵家伙戴那么一大花帽，还穿一蓝踏拉板，哎呦那根儿这么高，哎，你就不怕踩砖缝里吗？我崴死你！我让你脚骨踝骨骨折，我让你！哎，你以为你是皇室啊？啊？哎，你嫁的不是米饭，真够恶心的！哎呦，穿着那样，人以为你多大个性呢？你多大个性啊？你就是一个东北三流业余过气儿女歌手吧你？你还雾里看花？雾里看花是你唱出来的吗？那人那样的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可哪到处唱，还雾里看花？呸！真受不了！还谁结婚呢？我就纳闷了啊！哎，是你闺女是我闺女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呵家伙上台演戏，他嘎哒嘎哒嘎哒，人家叫父母，有你事儿吗？你还想上去？我真够可以！我啪，我眼睛一瞪你，傻了吧？你自己给我退回去！你真够可以的你。新郎新娘回来了，爸，小亮他们回来了。爸，怎么样？今天婚礼成不成功？成功，成功，别致吧？别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爸，今天你太有派了，在台上，真的，一上去我跟你说，阳光明媚，矿上开会，原来是我儿子娶媳妇儿，你看。爸，真的，今天发言太成功了，真的相当有派，绝对是领导。那家伙在台上，哈，哎呦！不是，你回家就别端着，放下来了啊！习惯了，就是有点遗憾啊。矿上虽然来了些人吧，但是我总觉得来了还是少。本来说好得7、80号人过来。爸，这事儿你不用担心，现在这婚礼吧都有录像的，摄像机都有的，到时候给你刻一张盘，给老家寄回去就行了。多刻点。行，刻100张。对。哎，小亮。这事儿你可得谢我吧，矿上那些人可都是我给通知的。我那个时候我还怕爸发现呢，好几次我都想跟他说，后来我坚决忍住了。大姐绝对有功劳。不是你姐这个人也挺有意思，我发现啊，她什么事儿都藏不住，这个事儿你怎么能藏住呢？那小亮的事儿我重视。我姐今天也特别成功，头一回看她穿这么素，这还又找削呢吧你？小米啊，这回你跟小亮亮这婚礼也举行完了，爸这一个心事儿呢也就落地了。从今以后啊，你们2个人呐一定要相亲相爱，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过日子啊！记着，一定要孝顺你妈妈，孝顺你丈母娘，她不容易。对，当然了，我也得孝顺啊。那一定的。对。哎，老同志，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情你得跟他们说一下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早点给你抱个孙子。那是当然了。对，这个不用我抓紧。对，这是你们的责任，知道吧？啊，听见没有？这事儿得抓。行了，爸给你们做饭去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庆祝一下。爸，我帮你。这糖多的是啊，到时候一起吃饭呢。太不好意思了，咱们随便后说两句啊。这事儿我知道，确实不能提前说。但是今天吃了喜糖，必须给红包啊！怎么着，想给我们个惊喜是吧？哎，干嘛呢？你们这干嘛呢？木板，给您的，这是我的喜糖。你嫁人了？啊？你怎么不通知我呢？哎。你男朋友是不是还是那个医生啊？换没换人呢？嗨，还是他，还能有谁呀？米小米，你真不够意思你！就咱俩这关系，你结婚那么大事儿，你不通知我啊？不是，木爸，我也有难处，没事儿，下次肯定请您。啊？你还有下次呢？你要结几次啊你？
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！我是说，等我请大家吃饭的时候，肯定叫上您。你可真行啊你！哎，行了行了，都坐下都坐下，别跟大蜡似的在这对嘴着。哎，我宣布啊，今天米小米结婚大喜的日子，工作时间我给大家放假2分钟。既然你已经结婚了，我就跟你唠叨几句。你们这帮年轻人啊，对待婚姻的态度极其的不严肃认真。啊，我可是过来人，我是最有发言权的。对。就拿我跟我爱人来说吧，结婚都已经快20多年了，啊，我们2个一直是相濡以沫，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。在咱们娱乐圈做到我们2口子这样的，绝对是独一份儿。我告诉你，独一份啊！就是啊，像您这样的好老公去哪儿找去啊？我回去一定跟我老公说，要向您学习，以您为榜样。